各位歡迎收睇晚間新聞，我係劉俊安。今晚嘅主要新聞有：旺角夜晚再有大批示威者企圖佔據馬路，同警方衝突，警方多次施放胡椒噴霧。警方清晨到旺角佔領區拆除障礙物，未遇到重大反抗。學聯提出同政府喺下個星期三前對話，又話清場行動動搖對話基礎。立法會否決以權力及特權條例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梁振英收 UGL 5000萬嘅事。新聞嘅詳細內容係佔領行動第20日，旺角再有衝突。喺旺角佔領區，警員清晨採取行動拆除障礙物，重開亞皆老街西行線同埋彌敦道北行線。但到咗夜晚7點幾，大批示威者多次衝擊警方防線，企圖再度佔據彌敦道北行線，並且多處同警方對峙。警方多次施放胡椒噴霧。我哋先睇下旺角夜晚混亂嘅情況。旺角集會人士嘅佔領範圍原本只係剩低近亞皆老街一段往尖沙咀方向嘅彌敦道。夜晚7點幾，有示威者突破警方封鎖線，企圖佔據埋一段彌敦道北行往太子方向嘅行車線。部分示威者搬走警方喺行人道架設嘅鐵馬，放到去馬路中心。警方將衝出去嘅示威者趕返去行人路。警方出示紅旗，警告示威者停止衝擊。之後多次施放胡椒噴霧。我企咗喺度4個字㗎啦，喐都冇喐過，你都噴我。噴到！跳落去！警方迅速增援，配備頭盔同埋盾牌嘅警員到場，將示威者趕返行人路。有示威者被抬走，亦都有人喺混亂中受傷。嗱，警方一度叫啲示威者就係褪去山東街嘅位置，咁但係示威者就話後邊太多人，根本就無路可退，雙方一度僵持。衝擊範圍之後，伸延去到近新之城一段嘅西洋菜南街，交通受阻。請各市民上返行人路。有巴士乘客中途落車，警方協助開路俾車駛走。警方再度舉起紅旗警告示威者，驅散示威者。混亂情況持續，多個人俾警方帶走。警方喺行車線兩邊築成人鏈。去到夜晚9點幾，大批嘅示威者由山東街一帶衝出去彌敦道嘅北行線，警方再次施放胡椒噴霧。警方發表聲明，強烈譴責非法霸佔道路嘅人，警告佢哋停止衝擊，又話佢哋嘅行為危及自己同埋他人安全，呼籲在場人士冷靜克制，盡快離開，強調絕對唔容許破壞公共秩序同埋公共安全嘅行為。無線電視記者陳良君報導。係你知嘅喺旺角現場嘅最新情況係點啊？係啊，我而家咧就喺彌敦道啦，近銀行中心對出嘅位置嘅。咁而家呢個嘅位置嗰度咧，就係一批嘅示威者啦，同埋一批嘅警員咧，係一個對峙嘅狀態。咁呢個情況咧，其實已經係持續咗咧，差唔多咧係超過1個鐘㗎啦，個幾鐘㗎啦。
咁咧其實咧就係較早之前咧喺呢一個嘅地方咧，即係警員同埋示威者相距嘅距離咧比較短啊，係一個不足2米嘅距離。咁咧較早之前咧都曾經試過喺呢一度咧係警方試過係施放胡椒噴霧啦。咁咧亦都係試過咧，當一啲嘅集會人士佢哋咧係推進嘅時候咧，都係有警員咧係曾經咧係用一啲嘅警棍咧係去打過一啲嘅遮嘅。咁咧而家現場咧可以見到咧，其實集會人士嗰個數量咧，即係喺呢一個對峙嘅地方咧，集會人士嘅數量咧都係明顯咁樣咧係比警方多嘅。咁咧佢哋咧亦都係即係排列成為一個嘅雨傘陣啦。咁咧就係用嚟去抵抗咧，即係如果有胡椒噴霧嘅時候咧，係用嚟做一個抵抗嘅用途嘅。嗱咁而咧成晚咧喺旺角咧彌敦道呢一度咧，其實都有唔同嘅衝突㗎。咁咧亦都係一路都係較早之前咧係開通咗嘅彌敦道嘅北行線咧，大概喺8點幾嘅時候咧，亦都係因為咧有一啲示威者咧係行咗出馬路嗰度啊，咁所以咧而家係再次封閉嘅。咁而期間呢，亦都係有唔同嘅人咧嘗試衝出馬路咧，亦都係俾警員咧係制服啦，帶上警車㗎。嗱咁而咧喺成條嘅彌敦道咧，無論係北行線啦定係南行線咧，佢哋個行人路上邊咧，亦都係有大批啦圍觀嘅市民㗎。咁咧嗰個嘅人潮咧就係由呢一個嘅亞皆老街彌敦道嘅交界咧，一路係向住咧呢一個嘅油麻地嗰邊嘅方向咧係伸延嘅，一路咧去到過咗登打士街咧都仍然咧係有一啲嘅圍觀嘅人喺度㗎。嗱咁我哋咧會係繼續喺旺角呢一度咧留意住最新嘅情況㗎。先將時間交翻俾新聞部啊。好啊。而喺清晨5點幾，大批警員喺旺角佔領區一帶拆除障礙物，未遇到重大反抗。喺清晨近5點20分，大批警員由彌敦道近旺角道衝向示威者嘅佔領區。行動正式展開，將喺彌敦道同埋亞皆老街交界主帳篷聚集嘅人重重包圍。呢個唔係清場嘅行動，你哋喺度設置嘅障礙物已經有一段好長嘅時間。喺同一時間，警員兵分多路清理佔領區外圍嘅障礙物。比較大型嘅要多名警員合力搬走。喺另一邊亞蘭中心對開，警方亦都採取行動。保公眾安全，恢復社會秩序，恢復正常交通。警察要清除障礙。又喺主帳篷聚集嘅示威者呼籲其他人翻返去行人路。呢度講緊係起碼都400個警察。我哋冇必要硬食啲胡椒噴霧，亦都冇必要硬食佢哋啲警棍。有部分人陸續將佢哋嘅物品搬返去行人路上面。警員隨即用工具將示威者擺咗喺度超過2個禮拜嘅主帳篷拆咗落嚟。為咗大家嘅安全，希望喺附近嘅市民、示威嘅人士可以盡快而嚟。又清理掛喺交通燈上面嘅橫額。我覺得政府用呢啲咁嘅暴政係厚顏無恥嘅。梁振英呢，佢用呢個方法咧，今時清到聽唔到第二時嘅，希望佢自己反省下。經過警方嘅一輪行動之後，示威者架設嘅帳篷、個人物品同埋物資散落喺行人路嘅各處。有示威者唔滿意警方清除路障嘅行動，警方喺行動展開嘅時候表明並唔係要清場。我重申，今次嘅行動呢係要移除彌敦道、亞皆老街交界同埋彌敦道上邊一啲非法堵塞嘅路障嘅物件，去縮窄呢個道路堵塞嘅範圍，令到主要嘅交通幹道呢得以暢通。呢一個呢並非清場嘅行動。
佢又話希望呢啲措施可以減低示威活動對市民嘅不便影響同埋負面情緒。無線電視記者李盼龍報導。學聯發表聲明，提出同政府喺下個星期3之前對話，同時話警方連續多日喺各區進行清場行動，質疑政府態度反覆，動搖雙方對話嘅基礎。政府一邊口言對話，一邊清晨清場，足以證明政府嘅英甲兩派相爭，態度分裂。我哋謹作出以下嘅呼籲：一、香港人，我哋必須要力護佔領區，團結力量，不失陣地。二、港府必須喺星期3前對話，不得再拖延。三、政府勿再立場反覆，令到雙方都有對話基礎。警方連日清除路障，消防處話有助部門處理危急事故。警方就話體諒前線警員執法嘅困難。消防星期4收到喺銅鑼灣佔領區有外牆招牌發生火警嘅報告，話好彩警方日前已經清除怡和街被示威者加固嘅路障，先至能夠迅速抵達現場救火。大家可以想到，如果係當時係冇清除到呢啲加固咗嘅路障呢，喺昨晚嗰單火警呢，我哋一定會用多好多時間先可以清除到嗰啲路障，消防車先可以入到去部署同埋開喉救火。而嗰個後果呢，就未必係一場小火咁簡單，可能嗰個火警蔓延嘅速度，影響嘅單位就會可能完全唔同晒，超過300個住宅單位。咁大家可以想像到呢，300個住宅單位，我可以簡單咁講話，可能都有1000人受影響啦。另外，警方話尊重新聞自由，會盡力配合採訪工作，希望傳媒體諒。又話近日嘅執法行動令到前線警員面對好大壓力。啲同事話我，有啲示威人士話我黑警、警犬，我聽到好心痛，從來都未試過咁痛。我哋做警察呢，係維護正義，呢啲係唔會變嘅。佢又話有信心警員會盡忠職守執行職務。無線電視記者鄭瑞文報導。先休息一陣，翻嚟仲會報導。財委會討論廚餘中心撥款申請，有議員提出押後會議同埋中止待續，兩項動議都被否決。日本傳媒報導，亞歐首腦會議期間，李克強曾經同安倍晉三握手簡單交談。東京至路名古屋將會起池原浮新幹線，車程只係需要大約40分鐘。今次套劇嘅角色造型係好大挑戰。我嘅專長係抗議，興趣係瞓街。我要求尊重民意。我角色係扮劉德華，真係好似。唔知你有冇興趣同我兜兜風咁咧？今次我擊敗咗羅蘭姐，做一個打女嘅角色，真係覺得好榮幸。你只不過係一個唱大把嘅醜男人。劇中嘅感情戲，相信一定會感動到全港嘅觀眾。我都要同你愛到海枯石爛。台慶劇老變。